市在地新闻继续来看这件发生伫今年1月，台南一个坐7的小女童，风格太到死。17岁未成年的亲生妈妈，甲伊的表姐、表姐夫甲男朋友，妨用杀人罪来移送。当时，这个案件引发到社会关注，100外的民众真不平，走到警察局，嘛去包围地检署要来拍人。多参侦办的检察官看到小女童的状况，嘛忍不住流下目屎。即卖侦查告一个段落，未成年的妈妈移送少年法庭，另外3个拢互求处无期徒刑。民众真愤怒，包围警局。这是今年1月份，台南一名1岁7个月大的查某囡仔，疑似被人虐待死亡。涉嫌对这个女童下毒手的，竟然是17岁未成年姓氏的妈妈，以及26岁表姐、28岁表姐夫，甲姓李的男朋友。4个人被抓了后，引来民众愤怒集合，因此部署9摆警力强制驱离。警方调查女童的妈妈看查囝哭个乱，车道牛铃用藤条水管拍，了后甲亲友去唱歌，发现到讲查囝有各样，才紧急送病院，但是已经无救，身上拢全身伤，佮旧伤头壳来出血。上班的检察官看了嘛真唔甘，这女童的妈妈由少年法庭裁定收容，另外3个人收押，即马侦查终结。自107年11月起，为了制止女童哭闹，以徒手或使用各种器物殴打女童身体，阻止夜间入睡或停止喂食。涉案女童的妈妈移送少年法庭处理，另外3个涉案人拢提起公诉，求处无期徒刑。